無論你想洗衫、乾衫定係想消毒除味 ，Bosch Airwash Plus 前置式洗衣乾衣機都搞得掂。佢嘅 Airwash Plus 處理衣物技術，實驗證實可以做到99.99%除菌消毒。依家我同大家介紹同示範一下點用啦。呢部洗衣乾衣機嘅洗衣量高達10.5公斤，乾衣量有6公斤，有14個處理衣物程序同9個額外功能。採用EcoSilence Drive 變頻摩打同螺旋紋防震側壁設計，提供更穩定同更寧靜嘅操作。依家講解點樣啟動洗衣程序。首先落咗洗衣液等處理衣物用品，之後選擇你需要嘅洗衣程序，有需要可以揀埋其他額外功能。最後撳 Start 就開始入水洗衫架啦。接住落嚟講解點樣啟動乾衣程序。首先選擇你需要嘅乾衣程序，之後選擇需要嘅乾衣程度。定時烘乾嘅話可以揀埋烘乾時間。最後撳 Start 就開始乾衫架啦。最後講解點樣啟動洗衣連乾衣程序。首先選擇你需要嘅指定洗衣程序，之後選擇需要嘅乾衣程度，最後撳 Start 就開始程序架啦。溫馨提示：唔同嘅洗連乾程序都對應唔同嘅衣物重量。棉質衣物洗連乾程序最多可以放6公斤嘅衣物。依家同大家介紹唔同嘅衣物處理程序。當衣物量較多嘅時候，可以用棉質衣物洗衣程序，洗衣量高達10公斤，非常之適合日常使用㗎。想洗得更環保嘅話，可以用棉質衣物節能洗衣程序，洗衣量高達10公斤，而且洗滌溫度仲會自動根據衣物量嘅多少而調整，係潔淨同節能方面都取得一個最好平衡。需要洗比較多同污糟嘅聚酯纖維衣物，可以用輕柔衣物洗衣程序，洗衣量唔係好多，當中又夾雜咗一啲混合纖維嘅衫褲時，可以用混合衣物程序，1個鐘就洗完，方便快捷。想達到更好嘅衛生效果，可以用熱風除菌洗程。洗衣前會以高溫蒸汽預先處理衣物，然後再以低溫洗滌。經實驗室測試，可以有效去除高達99.99%嘅大腸桿菌及金黃葡萄球菌㗎。需要洗一啲新嘅衫或者輕微污漬嘅衫，可以用超快洗15，最快15分鐘可以洗2公斤嘅衫。想將衣物做多一次過水，可以用獨立過水程序。想將衣物做多一次脫水同排水，可以用獨立脫水及排水程序。清洗含羊毛嘅織物，可以用羊毛衣物洗程，記得要用返適合洗羊毛織物嘅專用洗衣液啊。需要清洗纖幼織物，例如含絲質嘅衣物，可以用纖幼絲質衣物洗衣程序。溫馨提示：記得睇一睇纖幼衣物嘅洗衣標籤，可唔可以用洗衣機洗，同埋用返專用嘅洗衣液啊。如果想除去衣物上嘅皺褶同氣味，可以用蒸燙護理程序。實驗證實，蒸燙護理程序可有效去除衣物上嘅異味，包括煙味同火鍋味，同時亦可以有效去除高達99.99%嘅甲型流感病毒㗎。想自定一個乾衣時間，可以用隨心控時乾衣程序。乾衣時間可以由20分鐘至120分鐘自由設定，乾衣量最多為6公斤。輕柔烘乾程序適合用嚟烘乾一啲合成纖維材質嘅衣物，過程會以低溫進行溫和烘乾，特別適合精緻同薄身嘅衣物。溫馨提示：
記得睇一睇簽有衣物嘅乾衣標籤可唔可以用乾衣機烘乾。特強烘乾程序適合用嚟烘乾一啲耐洗材質嘅衣物，過程會以較高溫度進行烘乾，特別適合棉質同厚身嘅衣物。溫馨提示：記得睇一睇衣物嘅乾衣標籤可唔可以用乾衣機烘乾。請最少1個月執行一次清潔洗衣桶程序，係無衣物係滾筒嘅情況下，選擇棉質衣物洗程，再減埋90度水溫就得。接住落嚟同大家介紹唔同嘅額外功能。當你揀好咗洗連乾程序或者獨立乾衣程序之後，可以選擇你想要嘅烘乾程度，包括特強烘乾、普通烘乾及燙烘乾。每個洗衣程序已經預設咗一個建議清洗水溫，當然用家亦可以選擇一個適合自己嘅清洗溫度。每個洗衣程序已經預設咗一個建議脫水轉速，如果後續需要烘乾，建議選擇一個較高嘅脫水轉速。智能除漬功能裡面有4個指定污漬可以選擇，分別係草漬、酒漬、血漬同油漬。當唔小心沾染到以上嘅污漬，可以加埋呢個除漬功能去加強清潔效果。當需要清洗嚴重污漬嘅衣物，可以係最右手邊嘅1號格，加埋預使用嘅洗衣液或者消毒液，之後揀埋預洗功能。咁洗衫之前會先做一次預洗去加強潔淨同消毒效果。如果後續需要燙衫，可以用埋防皺易燙功能。洗完之後用衣架掛起，放喺一個通風嘅地方晾乾，就有一個自然順直嘅效果，燙衫都會容易同快啲㗎。當你唔能夠及時處理到啱啱洗完嘅衫，可以預設一個程序完成時間，最多可以設定為24小時之後完成。想縮短洗程時間，可以用高速便捷模式，但要留意會減少清洗衣物嘅公斤數。接住落嚟同大家介紹洗衣乾衣機嘅注意同保養事項。1. 洗衫前請先參考一下衣物上嘅處理標籤。2. 開機前請確保冇衣物夾喺機門同膠邊之間。3. 洗完衫之後記得打翻開個機門散走濕氣。4. 洗完衫之後請抹去膠邊位置嘅積水。5. 最少1個月執行一次清潔洗衣桶程序。6. 請定期檢查排水泵有冇異物阻塞。當顯示屏出現錯誤碼 E30 或者-80嘅時候，其中一個常見嘅情況就係排水泵堵塞咗。我哋可以根據接住落嚟嘅步驟去處理。中斷咗電源連接後，我哋準備一塊厚毛巾同一個大嘅裝水盤。之後打開排水泵保護蓋，拎出黑色膠喉，將膠喉塞擰出嚟並向下，用盤將滾筒嘅水接住。裝返個膠喉塞之後，將排水泵蓋逆時針方向擰開。注意係呢個時候可能會有水流出嚟。檢查並清潔排水泵內部，確保無異物阻塞排水轉液。最後我哋將排水泵蓋順時針安裝好，整理好之後再重新接通電源。重新開機之後，洗衣機會重新整理一次，測試排水轉液可以正常運作之後，就會回復正常。最後，再次多謝大家選用 BOSS 嘅電器。